什么人？你免管我是啥物人啊？大爷是看讲你这要生做袂歹，你若识时务，上要甲我放来。原来是头尾菜了。我白讲，是不是说明你头尾菜？当个招先拢安怎会去共头家买？我是看讲哦，你这个小囝臭灵仔现路还袂过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当徛徛伊遮买。我毋知想讲要甲伊遮买，头家等下阮元帅徛。恁元帅，恁元帅什么人？你毋捌哩？知唔知听？阮元帅就是三关口杨宗保。啊，你什么人？你毋知我什么人？听我知哦。当就是宋朝名将，交战的孙啊，也就是杨宗保定下的神龙官焦定军。高中无？你竟讲做这一招神龙之名，启用？就着我啦，慢动下动手啊！我真是招神龙呢，若假会包我啦。哼！若要招神龙，哪会踮咧遮伫做高强盗咧？哦，什么你高强盗，讲到遐歹听，我出城时才犯代志的了。我洪元帅的命令，出关来找伊着枪哦。又搁毋知要枪的踪影。你找着枪啊，为何情？要调定名义哦，该将伊轻轻之恨，一个月期。只剩2天哦的日子，若是延误，伊是做咱老事。你可忍受？着风尘，你可知影？着将死何人啊？在，只问其名啊，毋捌其面。我是金车啊，着风啊亲。我袂讲，你着风亲？你这小囝，你毋知对倒位来，你甲食人命走人是靠！干啥？赵神龙，我确实是敌枪，大丈夫男子汉，哪会去记人的名呢？你若讲真是敌枪，是安怎你哪甲我解释啊？我有带人马，人马安在伫小河山，那安尼30万的军力咧？伫大龙山啊！是大龙山啊？那阮大哥啦，这个敌清啊，自从伊进入这军役了后啦，拢总淡薄消息都无啊。变成稳当是去伫咧三关向杨宗保伫咧认罪啦。我早就了着，伊绝对唔敢来。大王，无论安怎，咱绝对要较小心一点啊！哎，你特别无胆，敌清绝对唔敢来。可是我伊若是来啊，我会让你给念头。是我十几安尼去眼界。大哥啦，假使讲狄青这个小囝，伊若是敢来咧，你拢免叮当，互小弟来出手就好了。大王啊，启禀大王，山脚来一个水姑娘呢。水姑娘啦。哎呀，查某囡仔，伊我看一个咯，无要紧哦。中真啊，你扮查某狗也真成呢，佫真水哦。哎呀，哎呦！金蕉皮佫咧樱桃脆，柳叶麻伊是两边水，两蕊目睭佫乌蕊蕊，互人愈看是愈高醉。
行着路来又骄又搁真牛扭，真成一个是大姑娘，全身只是一点仔无亲像，就是迄双脚。三寸金莲又搁摊怀娘啊，摊怀娘。哎呀，好咯好咯，赵先锋啊，万一若是去互看出破绽呢？叶凤珍啊，我看吼，你安尼去实在是伤过冒险呢。大凉山为战天龙主家菜，还佫有大小名扬武将，因的功夫是英勇无敌，而且伊佫有10万的兵马呢。我元帅甲伊连战18年，都我毋知影讲是胜是赢是输。你家己一个想要去哦？毋免讲战天龙伊出来啦，遐兵马一人配一副喙，就已经甲你淹死。哦，啊，若安尼讲，你毋相信我，无咱就来打赌者。好啊，要赌就来赌啊！啊，是要安怎赌法呢？你若是我赌，将战天龙主家菜头壳甲剁了我，那安尼我奉听你一世人，我去甲你做马童啦，做马童，甲你看马。好，已经为定。我若无才调，将战天龙做菜的头壳赶倒转来，我誓不下山。对你这就加讲的啊！你若无甲杀死，你当然嘛袂想要下山，无你敢要想要落来？这无算啊，顶讲。赵先锋，家话毋免搁再讲，你给我准备一只马匹，踮在这个山道等我，到日时阵我会挂手铐，等候你，你就做迄2粒手铐，挂回山关记得杨元帅，随时搬土救兵来处决伊。安尼好啊，行。杜哥啊！警察，啊你，我是你看。哎呦，你叫我唔知围起来！你是咧做什么呢？水姑娘，真正是水姑娘，抓起来啦！水姑娘，你唔免惊啦，你也是这个山寨的二大王啦，叫做朱野菜，你绝对免惊，乖乖到这个所在，和你啊做阿姐夫人啊，一定比你做状元夫人搁较赞啦。李大王，我惊。你惊安怎啦？听讲山顶还佫有一个叫做战天龙，本领高强，我惊伊唔帮我煞。哎呀！这个代志你放心啦，若是讲大王啊，伊的武艺搁较高强来讲啊，我也唔惊伊啦。我朱野菜有练一个金剑大铁布衫啦，刀枪不入啦，就是准讲大王伊也着让2啊3分啦。抓他！我这款话唔免想要吵。大哥，你唔通看你刀枪不入，你要小心你的刀材。你个南本李忠，你是要来丧死是？伊虽是互你破金睛炸铁骨衫，你也知影讲我2蕊的金刀眼。大哥，说。Tiếc chiêng, giếng bên siêu, giếng bên siêu, giếng bên siêu.
药酒我灌2罐啦。哦。小林过来，小林对啦。你在后边的，这是真的，就是哦，将我就甲拍断。赶紧啊！你想到对这我来应得。哎呀！灌2罐酒，灌几包久？大爷，无啊，我讲叫你灌2罐酒啦，你灌几包久哈？迄是小人见面送来的啦。什么？你是小小你唔知啊？不，大爷莫生气。小人是讲看大爷咧啉这款酒吼，无靠贵啦。你看我安尼特别安尼，摕一坛这个状元红来孝敬大爷咧。状元红？来，吃。啉看卖。香，实在真香。哎，掌柜，啊，你实在真有够意思，我永远袂去互袂记你这个朋友。赵将军啊，莫非你是三关的赵旋风啊？无毋对，因大爷就是赵神龙。掌柜，啊，这什么你知？这是啥物物件？人头。啊？人头，无咯。赵将军啊，你是去抬啥物人啊？大阳山的战天龙猪牙菜。掌柜，就讲今日大爷甲你啉烧酒，无钱通互你，我将这2粒价值万金的头壳，互你扣，安尼不，对，小唔敢收。要互你你唔敢收？我唔敢啊？我还阁唔甘互你我这2粒人头要摕甲阮元帅抢功。是，赵将军啊，你今日要尽量啉，这算我小的，请客。今仔日你要请客？哦，互你请。精神哦，代志就嗨啊咯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等你甲看伊水甲喘程度，你去安怎甲插免惊伊精神起来啊？这哦，就是天公伯赐予咱的好机会啦。咱即马吼，就爱利用这2个人头，也杀来去交迄个杨元帅，一定有动手，毋是干那安尼哦，无得甲你2个伯仔囝有官通好做哦。无咯，你莫调，我会惊啦。但是你惊啥啦？讲你这囡仔真无路用，真无路用，你知？迄个有官人做，搁你惊？就是，赶紧的，但这个人是要安怎来处理啊？但这毋较简单，我看哦，毋通将这个人哦，甲抬死去咱兜，安尼偌麻烦的呢，规警全费，搁死一箍人伫的。我想哦，对，照安尼。大路。
敢是老贤弟咧？老贤弟！大哥，老贤弟，大哥，你哪会知来这咧？我到场中礼仪逼我倒来见大哥啊你。大哥啊，啊，君你有消息无？阮伊还阁伫咧大龙山，也毋过我杀死战天龙、朱阿菜，并招丁贵带回挑手，倒转去三关讨救兵。哈，哎呀，哪都去讨救兵啦？咱若将咱家己的兵马调倒转来，敢行咧征不了大凉山呢？哎呀，咱的兵马已经安顿伫咧这个小河山，怎来得及咧？奇怪，明伊招丁贵去讨救兵已经也2天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未到位呢？哈，2天啊！嘿，大哥啊，敢会是杨元帅毋肯发兵？一面哪会咧？形势未救，杨元帅哪会无发兵的道理呢？啊，无安尼啦，小弟来去三关一转，我来去探听消息，看究竟是安怎。毋免，你若搁要去，就我亲自来去三关见杨元帅咯。等下，大哥啊，你若是要去三关吼，上介好你就爱会记个包大人写互你迄张批，你就爱会记个早记，啊，先去见范大人。啥物？你将30万军力全部为死啊！是，啊，切！哎呀，德王亲啊，你实在是太大意。元帅军令森严，而且你耽误着期限，伊阁将30万军力全部为死。啊，是啊，元帅绝对袂饶你呀！我毋惊，我相信杨元帅伊会饶我。德王亲，你毋通讲生笑，老夫要是叫你赶紧回调，你若是了等三关，我看你绝对难逃一死呀！范大人，下我的主的哦，负责任不必大人多担心的。包公的托我来一封信，边关的交予啊，阮大人啊。有了德王亲大人，去讲，终身总保齐安。哎呀，这元宵实在太糊涂，所将信摕唔对去。直接，哦对，这封就是包大人要写予你的批啊。好，啊那呢？这张批，就是杨元帅祖庙所寄来家书啦。是啊，德王亲，既然到太君的家书，那呢这个代志就好办，你赶紧从书信叫老夫替你转达给元帅。元帅若是看到这家书了后，我相信一定会叫你鞭死其罪。多谢范大人。也毋过，啊，毋过怎样呢？我认为不必。这样做不换大人来辩论啊。为死君你啊，是我的错，我有你拍一件的大功劳啊！哦，是什么大功劳呢？我刀砍就战天龙，治小猪二菜。果
果然是战天王子牙差的挑手。李祥父子，这战天王子牙差确实是恁爸囝所杀。是，小的都已经将这经过情形禀告元帅啊。阮爸仔囝吼，明知这贼王的厉害，但是为着朝廷的拄海，无这险做名字呢。是啦是啦，凭恁两个父子的本领，真是绝可能杀死这两个贼手。是啊！好选，究竟是什么人所杀？将实说来。元帅啊，小人唔敢欺骗，确实阮所杀的啦。是啦是啦，也好，本帅一向赏罚分明。若是真是恁爸囝所杀，自然有赏，若有欺诈，也难饶你去做。来啊！将李成爸囝押入去。李元帅，还大人你狄王清求见。好，将枪回来。是。用8个礼拜。元帅，请勿动怒。元帅，狄王清虽然是知道，算起来伊早就入关，今仔日面见元帅，这嘛免讲算冤误啊！请元帅重轻发落。好，待念范大人的求情，暂时不值他罪，快查点分离，发放军营。这安怎？杨元帅，我将价30万的军衣全部被大龙山的楚桥劫走。啊！失落军衣，大打得胜，最多难摇，来啊！将敌将推出去，杀！